去玩玩那个车多了。边缘有破损，也要换。那2条皮带的发电机的，1条加发电机的真接皮的，加发电机的。啊，较大条的是咧扭啥去？先甲你讲啊，恁咧老油老到皮大这个长哦。我呢，先甲你讲，我呢是安尼哦，老油做先皮大。我呢是老油做先皮大到长哦。哎呀，原来老油修理都足侪钱。